阮母啊，自昨相亲转来，拢关伫房间底，拢无出来啊。哦，安尼变来好。迄敢若关伫房间底遐久，敢若无食物件就害啊啦。你放心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嘛是足关心倒进步啊。我都去伊遐吼，想要踮咧门口甲偷看啊。结果吼，行去到门口尔咧，闻到大重的迄落迄泡面的味哦。可见伊拢有咧食泡面啦。你袂记的啊？顶工吼才举规箱的啊。是讲嘛袂用的咧。伫咧房间底关遐久吼，头壳若乌白伤，万一若发生意外，看要安怎？我弄看觅，弄看觅。嘿，母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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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即个时啊，要干嘛蒸？无啦，我弄门啊。刘金波啊，莫搁食泡面啊啦！你食迄吼无健康、无营养啦。我中昼有煮啊，你拢也无爱食，我拢甲放咧冰箱，我小碗汤汤的，互你食好无？人阮的腰子无甲若好，袂堪要食伤咸。母啊，莫安尼老人囡仔性啦。人个提起这个嘛有当面甲你会失的啊。哼，莫提起着伊的名啦。若提起着提起的这两字哦，我就想到讲20-30年前吼，去互安尼五日，去互安尼行日，迄伫咧相亲的场面吼，叫我着等规工，煞入去吼，了后吼，虽然甲伊熟悉哦，常常去装笑的，讲到伊的名吼，天都乌一片。其实吼，提起食伊家己嘛足后悔呢。自你走了后吼，伊家己足责备家己的啦。伊一直讲吼，伊以前足不应该啦。伊是希望讲吼。无，你会当互伊一摆的机会，你原谅伊啦。原谅伊哦，嘛都没有。无安尼啦，母啊，即摆吼，咱拢莫讲相亲的代志，吼，恁两个下个先做一个朋友嘛。搁再讲啊，你毋是真早就熟悉啊，迄算起来算老朋友了。袂要紧，袂要紧，感情哦会用豆豆来培养。你真牛！我的喙烂阁食甲真调哦。我的大事拢甲提起讲了。这句敢毋是讲我较早伫咧考劝恁两个，讲叫你甲贵妃啊两个先做一下朋友，两个就慢慢行较我，慢慢培养感情了后，才做翁仔某。你即摆是咧考劝我甲提起的就对，绝对无可能。真正哦。哎呦，老狗啊！你又知影讲我一工爱困18点钟久，即摆阁差2点钟久，你无法度通我补啊够哟。你有看也无你啊哈！我安尼无闲甲乌沙沙，你都安尼困甲流烂哈！拜托，今日特别无闲，你嘛甲我斗骹手咧。你无闲，你袂晓叫贵妃啊斗相共哟？无咱请贵妃啊是要白哟？要白啥？要白头壳去哦。好啦，我甲你讲。贵妃啊吼，煞毋知影落去后悔啊啦，都后尾盐啦，后尾米也要大油，我叫伊送回出去啊啦。哎呦，今仔日也毋是做酒，也毋是铺大豆油咧买人。哦，你哦，真正哦，真正阮人会大可是。你拢在厝啊？真好真好。姐啦，干麻烦者。拜托表兄，我这是干妈店呢，毋是邮便局呢，你要寄迄嘛去邮局。无啦，我想哦，你哦，摕个倒进步啊。倒金箔，要调倒金箔啊！小哥，你内底写啥物啊？这就讲迄情书啊，我为内面写一个吼，什么过去代志，叫伊莫安尼生气啊啦，表达我即个心意啦，我思无伊的啦，爱无伊的话啦，讲表示我爱伊安尼啦。有影，我来困。来，恁表兄呢？无啦，不是死了，歹势，无啦，我惯事啊，我听着讲，我爱你啊，我就讲想讲要困下咧。看着乌影就开枪，哦，是讲，表兄，你嘛咧功夫下水，搁咧烧麻油，但迄落哦，有啥物代志，你着用当面甲伊讲的，就好，着搁加皮尾起尾打。无咯，迄无共咯，迄社会，迄感觉拢甲提起，迄感觉无共。你母啊咧？房间啊！倒进步啊！倒进步，紧出来，紧来！什么代志啦？等，你会飞？我会飞。这个无打邮票哦。哎呦，飞哪会不国家？是什么人交代你摕来花的啦？怪去啦！
位互人做啊，紧嘞！哦，迄道海丽仔锦摕互我，叫我交互你的啊。是谁写的啦？我看吼，遐尔重要，阮当是海丽仔锦因表兄写的。哦，你讲迄个铁器的哦，哼，迄个无守信用的人的批哦，我才无爱看。哼，唔通啦，人这安尼诚心诚意写要互你的，你无共看一个。我袂爱看，要看恁看。哎呦，母啊，真是不爱看，无爱。我爱看我看。亲爱的杜玫瑰女士你好，过去千错万错拢是我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想袂到讲30几年无看到你，你依然遐那美丽可爱、天真活泼。好，母啊，我无法度念，这后壁还佫足多咧。重点哦，这有重点。明下晡3点，我想要请你啉咖啡，地点开心西餐厅。哎呦，阮才无想要去咧，迄摕来。耶！这呢无守信用的人，我先来才接受伊的约会。谁该去？写这个什么屁？领导，我看你拄则吼念甲迄落迄美丽可爱的时阵吼，恁母啊迄表情吼暗爽在心内呢。啊，毋过拄则哪会讲伊无爱去，啊要安怎？这，恁会当互阮母也无爱去啦。你来想看觅，人有一句话咧讲啊，拍铁爱趁烧啊。麻烦你吼，咱两个吼斗后壁吼斗杀一个，啊？要上紧嘞，行啦！讲到这个铁器的吼，想袂到讲伊即摆毋但会晓共收，惊看风水，搁兼看地理。哎呦，啊写即落爱人仔批吼，搁写甲吼非常的流利哦。啊，加在是我倒真薄吼，老神在在，免来一般的做人吼，敢若看到你这批吼，随时嘛忘去。倒进步啊！母啊！倒进步啊！哎呦，母啊，你死计咧找你无，原来你走来咧遮哦。啊，都直接咧留这张批啦。倒进步啊！你即马是毋是为着体质啊写一张情书，互你伫咧伤脑筋啊？哪有伫咧伤脑筋啊？我是伫咧想讲吼，嘿，即个铁器的吼，人都看遐粗鲁。哎呦，写即落这爱人仔的立不列达，佮写甲呢，吼，非常的流利。哎呦，母啊，你哦，莫遐搞扣分啦。啊，人较早毋对啦，嘛有当面甲你回过，你也看啦，佮写情书互你啦。哎呦，表示人做有诚心的了，毋通佮受气啊啦。嘿咩，倒进步啊！迄有人着吼，较赢无人着啊！你无看诶，人迄落迄透早迄公仔内面啊，有迄落迄大哥哥大姐姐有无？迄算讲单身老贵族呢。哦，逐个安尼一边跳土风舞啊，一边安尼掠来掠去。啊，毋过无一定吼，逐个拢有好结果啊！啊，你即届吼有这个机会，应该好好把握啊！啊，就算讲吼，无红啊无命，啊嘛会当做朋友行啊，对无？哦，算讲嘛，听我甲伊做兄妹仔行就对啦。哎呦，安尼你的意思毋就讲，我明仔载就爱答应伊的要求，去赴约。母啊，我听你即摆咧讲起来，敢若气有较消啊。对，你毋通袂记哦。明仔载吼，人约你要啉咖啡哦，你一定爱去，绝对毋通去切着人的好意。对。好啦，有恁两个少年人伫咧鼓励吼，啊无鸟食盐剩死的，明仔载才拢来看卖呢。哎，跟他做勉强的。对啦。哦，3+1。3+1哦，好来加这。好，来，老的来，来，加这啦。你买一张香会。哦，安尼啦，我哦，还佫有人还未来，无人总到才来点啦吼。安尼哦，好。亮亮，但你即摆这创啥啦？你今日是要来遮约会呢，毋是要来看风水的呢？对啊，啊，今仔就是我要约会啊，而且关于我的终身大事咧，这我的代志咧，所以我今仔爱先看一下风水一下，看倒遐风水好歹啊。哦，对啦，老的啊，恁表兄吼对这风水地理较捌啦，啊，伊家己要带大，家己较知影。对，我要带队，什么我带队？无啦，好位伫倒吼，伊家己较知啦。哎，
这位袂歹，这位袂歹，我要坐这位。是讲老的啊，咱坐遐久啊，是安那无看倒进步啊？我看吼袂来啊啦。我唔管伊会来袂来啊，但既然我甲既然来遮哦，我要安怎一直等到伊来为止。互阮听到吼，实在有影足感动的。30年前吼，你曾经捌一摆，互我伫遐直等，对下早时啊7点半直等到迄尾暗啊7点半。啊，今仔日吼，互你等这大久啊吼，阮也感觉吼足歹势。遐济啦，倒进无遐济。啊是讲天气的啊？啊，你敢毋是干那约我来尔？啊是安怎哪会还阁有2个梦洞汉的伫遐咧做电火龟啊？哎呀，你讲安尼敢对？嘿，我这回出来是要保护阮表兄咧。你知影阮表兄人足故意啊，啊你足粗鲁啊，啊我若无保护伊哦，万一伊若互你欺负了咯。等你做黑白讲啥？袂啦，人倒进步啊，伊袂啦。但人伊个性是足好，但伊若对我黑白来。倒进步啊？你毋知要啉啥物货啊？啊无来一杯啊奶汁加汁。迄个小姐哦，嘿，互我2杯奶汁加汁吼。好，进来。表兄，阮即嘛来教2杯啊。无咯，今仔我甲伊约会，我请这是运动的啦。啊，这我先爱加2杯啊请。啊，若恁要加吼，恁家己加，恁家己出钱啦。哦啊，哦，这现实啦。就是安尼，等咱2个离，我早就甲你讲起啊，咱2个来遮拄啊，敢若红毛有啊到老热啦。哦，咱2个算直接做500只个哦。嘿咯，我看吼，咱倒来困好啦。哦，倒来困。你搁困哦？哦，我吼有没有去抽较大？哦，我翘久无过拢袂好。哎呦，已经讲我骨骼疏松。天气的。迄个倒进步啊？我这边吼，真正吼，互你一场情绪吼，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坎里。安尼哦，安尼你们过去的代志哦，你拢袂去忘恩啊吼。放心啦，过去的代志我已经拢甲伊种种放水流，啊每一样代志拢甲伊当做今仔日开始。那安尼真好真好，